多謝主席，我發言支持2026年嘅稅務修訂、稅務寬免、特惠扣除同埋免稅額嘅條例草案㗎。今次嘅修例其實落實咗財政預算案嘅稅務嘅惠民嘅措施啦，調高咗個人嘅基本免稅額啦、已婚人士嘅免稅額啦、子女免稅額啦，同時亦都上調咗供養長者免稅額同埋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扣除上限。同時間亦都提出咗一次性嘅一個寬減嘅退稅啦，上限係3000蚊。措施就惠及咗超過209萬嘅納稅人啦，大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預算案嘅派糖嘅啲措施。咁我認為喺平衡政府財政嘅狀況同埋唔同因素之下今次調整嘅方向係正確，額度亦都係合適嘅。嗱，今次嘅免稅額嘅調整意義係重大啦，其中個人基本免稅額就時隔咗10年就終於就上調，彌補咗過去多年通脹帶嚟嘅壓力。子女免稅額同埋額外子女免稅額由13萬加到14萬。同政府鼓勵生育應對人口危機嘅政策係相符嘅，同時間供養長者相關嘅稅務優惠上調亦都照顧到人口老化之下家庭照顧嘅實際需要，兼顧咗唔同背景嘅納稅人嘅需要。作為長期關注生育政策同埋人口政策嘅議員我今次係肯定今次嘅我哋嘅稅務嘅調整但係同時間亦都希望再次指出我哋香港嘅生育率持續處於歷史嘅低位其實單靠而家少嘅稅務調整應該都不足以有效咁樣提振到我哋嘅生育嘅一個意欲㗎。咁而且稅務嘅支援亦都係仲有優化嘅空間。喺稅務安排之上我希望政府喺調高免稅額度嘅同時亦都去檢視現行稅制入邊一啲地方睇下係咪可以更好咁樣去支援我哋嘅納稅人啦。第一就喺提高免稅額之外我亦都建議政府盡快就優化子女免稅額申領嘅機制嚟去做嘅。現行嘅規定就只容許父母嘅其中一方去申請，咁完全忽視咗現時唔少嘅雙職夫婦就財政獨立分開報稅嘅情況。其實呢個問題每次報稅嘅時候我都收到相關嘅投訴嘅，每一年咁我上一屆都提出咗一條 Q 去問，咁當時局長嘅回應包括我哋今次開標冚嘅時候，直方嘅回應都係話，兩公婆有得傾嘅咁樣。咁如果真係有得傾，我就唔會每年都收到相關嘅要求。咁我相信政府都應該審慎去考慮下呢一方面嘅做法因為稅制上面問過一啲相關專業人士都唔係太難去調整嘅。咁好多夫婦就話喂，我哋有陣時可能丈夫賺得多啲，佢享受到嘅稅務優惠，咁做法唔係咁公平，我對家庭都有付出嘅，呢一方面係咪可以調整呢？第二就係進一步延長翻初生子女免稅額嘅免稅額嘅一個申索期啦。我哋希望係可以有空間嘅話就係去到3年嘅，0到3歲嘅小朋友嘅幼兒開支係比較高，家長嘅壓力亦都係最大嘅一個階段。咁現時2年嘅申索期我哋聽到好多家長都係覺得唔夠嘅，咁希望可以延長到3年減輕到佢哋嘅負擔。咁正如我頭先去提出個人嘅基本免稅額時隔咗10年再次調整對市民嚟講係好嘅，增加咗免稅額但係同時間都會唔希望要等多下一個10年先至有下次嘅調整。我希望政府亦都可以喺考慮財政狀況可行之下盡快研究點樣引入更加客觀嘅機制去調整翻個人嘅免稅額嘅額度啦，令到免稅額係可以追得到通脹。主席，我預算案中多項嘅一個稅務調整，亦都希望政府係就住今次嘅修例作為起點啦，持續推出一啲優化到生育友善嘅一啲稅務政策，包括我哋之前都有提出過，有啲公司如果可以提供到一啲好嘅育兒或者係家庭友善嘅環境，對佢哋嘅稅務嗰方面係咪可以做多啲呢？咁呢一方面都可以去考慮，去全面咁樣用組合拳嘅形式去應對我哋嘅人口挑戰。我謹此陳辭。